你真正即马就丑陋呢。就丑陋歹势啦，我无小心甲用的，因为较大讲啦。较大讲哦。这是啥物？这哦，这应该是蚩啊吧？蚩啊是啥物？蚩啊就是毛蟹啊。毛蟹啊，伊有一个名，大公啊。大公啊，真正大公。大公啊，你拄仔有讲到啊，大公诶。底下伊有另外一个名，啥物名？伊敢若叫做提琴手蟹。马雅玲，敢若咧叫马雅玲，有无？有无？这个有成语马雅玲。哦，就起劲呢！伊是小英雄呢。小英雄呢，伊对咱的环境足重要的。伊小兵立大功。啊？对啊，我甲你考。北部上大的湿地，伊的引导啦。红树呐。你是讲迄个红树？对。不是，上大哦。上大。差不多2600公顷。台中。北部。迄是中部，北部你唔知红树呐，我搞错红树呐，你唔是全台行透透，地理真好。最近较无爱行新路。好，我甲你讲是倒位吼，咱今仔日要去的所在是。香山有湿地，北部上大的160,000公顷。哇，公顷，160,000公顷。是啊，这新的我唔知呢。你唔知哦，你唔知的代志愈来愈多啊。愈多啊。对啊，我有发现。这好，我今仔日要来新竹对无？我找一个捌伫咧新竹驾车的朋友。驾车哦。另外一个伊捌伫咧苗栗做这个观光大赛。苗栗甲新竹真近。是啦，是安尼讲哦。明春老师啊，蔡小姐，哇，欢迎，老师吼，捌伫咧新竹做老师啦。对啊，上山就在咱新竹。上山，你就伫咧台北。上山，咱新竹，伫咧新竹，对。请坐。小可介绍一下，香山应该不你也熟对无？是逐工拢有在听啦，因为学生有足侪人住伫遐。我喺学生时阵，我大学时阵有一个约会的对象，迄时阵伊就住喺香山。不过啦，我逐个拢去找伊。因为阮拢在房间内底无出去过，所以咧，我对香山其实啥款我唔知，当初拢唔知啦，都唔知。旧年呢有一个即个礼服的品牌，伊办一个足特别的秀，是坐火车的内底，在火车内底行迄个 runway， 走秀，足特别的。迄个火车咧行有无？model伫遐行拢安尼。个火车在那嘟，马都足辛苦啊，足特别的。伊有停两个车头，一个咧是香山，一个就是台南。为什么？伊讲吼，因为伊要这个 tour 较特别吼，因为伊停咧迄个日据时代的车头，所以迄阵我就想啊，安尼我20年前无法度去香山看看，这边应该是会使啊。我就火车坐到遐，想讲要落去那个车头遐踅踅日本时代看看，日本时代咧。不过吼，迄人客伤过踊跃，拢甲我掠到讲这书刚好看，这书刚好看。我做啥物甲伊讲，无要紧啦，无差，就拢足好看啦。我想讲，我就会使落车，了也无落车，所以我两遍都拢甲香山错过 miss。哦，是安尼。所以我今仔是吼，想讲看有啥物特别的，有无？你连老师讲，你就知影嘛。是啊，无特别，你就知影。对啊，我的导览先生足高水哦。哎呦，伊就是在地香山人，嘛是一位艺术家。新竹足侪所在拢会使看到伊的作品。伊唔但爱创作，嘛爱大自然，常常摕伊的相机。
市价翕相，啊，伊个足用心推广香山。欢迎我的香山阿母阿郎老师。哎，阿母，阿母来，阿母，香山阿母，等下恁就知。对，阿郎老师，咱今仔日有考好要看一个哦。好，你准备好啊？可以。来，香山风景第一站，香山的美食上界镇。欢迎带我来香山游湿地看招潮蟹。来，谢谢老师。欢迎香山阿母。阿母，咱敢是一个查甫啊？那唔叫香山阿公。系啊。阿伯嘛，安尼我就讲互恁听，我手的即阵就是叫阿母。吼，那这个阿母吼，要来我甲变成香山阿母，因为伊伫咧这个2008年的时阵吼，伊是80岁，迄个因为迄个火车头，阮香山有一个香山车头，对，80岁嘛，日本时代，伊是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吼，的这个车头。吼，那伊阵80岁时阵，拄啊，阮社区要办一个迄个庆生吼的活动。因为我是刘新清老师的学生，所以我对伊的风格，伊的作品顶悬拢有一个打油诗。哇！所以我就迄阵吼，我就想讲，车头迄个车头伫我细汉，伊就敢若阮的妈妈共款。阮遐所叫的妈妈拢叫阿母，敢若阮的阿母的迄种精神，伊甲伊身躯边的囡仔，一个甲送去外口去读书啦、打拼、工作、创业啦，默默伫咧遐个等待80年，等待家己的囡仔转来身躯边，所以我会感觉讲，这个车头和妈妈的这个精神共款，阿母精神，对，所以伊就问我讲我即摆迄个80岁。要活动我要用啥作品来参加？要来我想想，安尼我做一尊阿母，所以我顶头我就写一个盘山讨海拼第一，山珍海味全靠因，养子育女交予伊，做牛做马嘛愿意。所以因为这句大油诗就互大家感觉讲足感动的。所以咱拄则咧讲，这个香山阿母，唔是老师哦，是啥物？是伊抱的迄个啦。伊抱迄个是代表啥物？阿母啊。阿母是代表迄个一个所在。讲足久的车头，车头。伊讲遮久，你讲啥？伊咧讲后来阮这个所在要推展观光啦，所以就问讲安尼这个阿母，咱用阿母的精神来推展来推广结果我就想讲，阿母2字就感觉较私人化敢若袂输家己的，敢若咧讲家己的妈妈。我感觉讲，这个所在是一个大香山，那应该是每家每户拢至少有一个阿母，所以应该爱加一个香山2字，所以才变成香山阿母。而且你看伊倒手是掠鱼哦，对，正手是一只鸡哦，有山顶，佮有海味哦。是，因为阮遐伫咧香山这个所在是挖山靠海，对，伊也山无悬，海也无深，所以足适合咱生活的所在。后壁这 baby 就是每一个香山的人。对，老师真正足侪故事。即马阿母我来抱，好，你来倒人，好，咱来欢迎阿郎老师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基龙，那今仔日我要带恁来去香山佚佗，那就咱带阿母来去佚佗，这就是迄个车头啦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咱香山车头到了所以要落车旅客大家紧落车来看啥？看伊已经90几岁这个车头伊也是阮这个所在一个古迹。古迹那伊各过4年
伊就偌久偌济岁啊？100岁，所以我今仔日先带恁来熟悉香山车头，伊100岁时阵，欢迎大家来喊伊做伙吼。迄车头本身吼，伊是伫个迄个日本时代吼所建的吼。那咱顶悬的即寡迄个木头吼，拢是由咱迄个阿里山的迄个 Hinoki 吼运落来遮建设的。吼，所以会使讲，你若伫个伊即个边啊，吼，你的皮就安尼芳光光的，是即种迄个 Hinoki 的芳味。90几年啊，佮芳光光。是，啊，伊伫个2013年的时阵有做过精修，吼，所以伊的保养啥拢保养足好。这也差不多应该是伫个咱台湾吼唯一吼，搁咧使用的迄个车头，对，搁有一项吼，阮新竹上较出名的一个产业是啥？你知道？新竹米粉讲完，好，这两项拢是啦。无，我甲你讲，伫即个咱这车头顶悬就有诶。玻璃啦，对，新竹的玻璃就是咱的产业。你敢知影迄个顶悬的玻璃吼有几地？这是难的，我有差不多106地吧。哦，迄伫个网络顶悬吼，拢安尼讲150地，其实吼伊头前番吼，都已经166地。所以你若食饱先赢，会使去算看卖吼，较甲我讲答案，好不？我要顾因啦。好啊，伫个咱香山车头附近吼，有一间叫做香山阿母文创馆，吼，伊内底有咧展览一寡艺术作品，佮会使啉咖啡，食一寡点心吼。那今仔日我敢若有早来吼，啊，大家等下会使吼食看卖啊。会使食到的点心就对。是。阿母上赞，谢谢阿母。这个有阿母诶，我摕着阿母，我摕着阿母啊。能够食啦嘛，就爱听我讲啊，无我徛伫遮足无聊的吼。阿母的头，我甲恁讲吼，这个香山车头的边啊吼，有几啊间拢袂歹，佮有推荐一间就叫林记，迄个卤味吼，这个所在，这个餐厅吼嘛真赞，会使看到海景。哦，足水的，哦，这我顺带甲这是啥物鸡卵糕？起司蛋糕呢？哇！啊，佮有这内底有茶呢？有茶吼，对，伊迄是台茶18，对，红玉乳酪。香山种的吗？台茶18吼上有名伫个即个迄个玻璃，啊，但是阮新竹县的尖椒，我那有出产台茶18，哦，所以共款我来新竹。哦，有诶产品，嘿对。啊，这是醋哟。迄哦，迄叫做食饱暝。阿母若拄着大家吼，无论伊要困啊，还是透早起啊，伊拢甲你问一句：你食饱未？哦，所以伊就是食饱暝。食饱暝就是迄个阮这个咖啡师因爸爸吼，每一年也酿的那个迄个梅汁，吼嘿，啊因爸爸就是我啦。哦，所以假爸梅哈，对，假爸爸酿的梅汁，对，这个好名呢。咱过来吼，我要带恁第二个所在吼，就是去香山湿地吼。那伊有一个迄个赏蟹步道吼，那会使观察到足侪迄个螃蟹也好，招潮蟹也好，拢足侪。吼，所以我今仔日要甲恁介绍2种的迄个螃蟹吼，来。第一种吼，恁看到，恁注意看，伊是咧创啥物？改编咧唱。系啊，伊咧跳舞啦。无错，我哪有这个状况？对。哦，其实这只迄个螃蟹吼，伊叫伊啥名？恁知无？伊吼，咱以前古早若看到皇帝大官，看到皇帝爱安怎讲？看到的时阵。万岁，对无？伊叫做万岁大眼花，万岁大眼花，就是万岁大眼蟹。哦，所以伊活足久的。万岁爷哦。对啊，万岁。我连讲吼，较甲问看卖吼。伊啥叫？因为伊有一个时阵吼，伊会雄安尼。
两支手啊去啊，啊，就会敢若一个，敢若袂输万岁万岁万万岁安尼。是安尼，唔是？YMCA，能够出世啊咯，YMCA。好停，吼，迄个即只万岁大眼线吼，我咧甲翕的时阵，你看我是用后面安尼甲翕过，就是叫做啥偷拍，所以袂使互知，对无？所以吼，我咧翕的时阵吼，我就慢慢伊甲欣赏。我本来我咧想讲奇怪，即只哪会出来的时阵是安尼规身躯拢一挂海藻，你藻啥物有诶无拢有。结果无偌久哪会安尼清气淡淡。啊，我咧甲翕的时阵吼，伊啊一支一支安尼慢慢洗即边洗，搁换迄边，啊目睭搁安尼拖水水的安尼，洗到有照清气。大家是，你拄则讲伊骹手会洗嘛，啊目睭搁会洗。会啊，伊手只针的，伊洗着目睭。伊拄啊，我讲伊迄目睭吼，袂休困的时阵，伊本来目睭是徛起来的，啊若袂休困的时阵，伊目睭会倒落来，拍落来有一个两个眼窝，吼，所以恁后摆去吼，慢慢啊甲欣赏看卖。啊，等下老师，这个年会敢搁看会到？爱用喊件啦，啊，过落来第二只吼，我要互恁看只，少细只一滴仔囝吼，有够细只。你拄则你看伊动作，你看，对，这只吼，这只就是人讲的吼，要拜佛祖嘛，就爱先顾巴肚，所以这只的名叫做角眼吼拜佛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拜佛蟹，因为伊有一寡动作吼，叫咧拜佛吼，的动作足成的，就敢若伊安尼我讲吼，伊吼为迄个啥退潮了吼。可汗的时阵，伊会为迄土、迄个沙土内底走出来，伊就开始一件代志，一直食，哪行哪食，吼啊两支迄个后安尼一直食，食袂停啦。啊，食到安尼半饱的时阵吼，伊开会开，食两个啊，佮摆一个，食两个佮摆一个，吼，嘿，食个，过去啊，甲摆一个安尼，有行，甲小点。我感觉伊迄毋是咧拜呢，伊是食奶腰吧，练一下身体，绿巨人奥克，有行哦，安尼有行哦。那我看恁大家安尼水啦，帅对无？身材大家拢足好，我足惊吼，佮刷了会佮继续食，你知无？所以我感觉咱着爱来学伊做一下。健康操，我当姐，你讲甲伊共款安尼哦？嘿，对，安尼哦，哎呦，安尼，是要安尼哦。我一寡动作我基本的甲恁讲，恁着爱跳我看哦。等下食物件真正爱先跳一下，啊食煞爱搁跳一下。好，你讲，嘿来。伊吼一出来是毋是爱先咱讲要拜佛祖，嘛着爱先顾巴肚，较真爱搁有养者吼，食先饱着爱吼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大家来相会，爱搁养者吼，来相会。你拄则教了吼，阮小弟会晓来，你为头开始，老师你甲念啊，伊开始跳，预备开始为头。要拜佛祖，嘛着爱先顾巴肚，来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有缘来相会。好，安尼你等下加食一个，好，对。好，那咱个刷落来吼。佮带来一个所在吼，阮这个所在吼，香山的这个夕阳吼，咱真正足水的。我以前住伫香山吼，到即摆已经一甲子哦吼，结果吼，伫个这个30几岁进前，我搁唔知影讲香山的迄个夕阳这么漂亮，因为吼我住伫遐，所以无感觉，逐工看。要来吼，看人咧翕的时阵，我较发现讲。哇！原来伫网络上面讲好漂亮的夕阳，一句来看香山的夕照，我才开始讲，阮香山迄夕照确实足水的，所以伫迄个10多年前迄阵吼，我就用相机开始落去翕，想讲要一年内底就要甲翕一天一张，
然后一年365张，吼，所以即马看到画面这张吼，就是一家人吼，你看这老母吼，迄个交因查某囝吼来借位摄影啦，因为他要手上捧着那个夕阳，然后射到最后吼，那个妈妈吼几乎劈腿啦，吼，整个人都已经要劈到那个海面，结果都唔知影吼，然后另外这个查某囝就当遐咧踩着夕照，吼，踩着那个夕阳的迄个倒影，吼，因老爸吼。伫遐画较紧的啦，阿嬷吼伫迄个竹东吼咧等咱食饭，所以我较知影讲，哦，因即家人就是住竹东的啦，哦，所以翕相吼，若个看到会去想着讲过去，迄个时阵是咧啥物代志啊？哦，这婚庆啥物？你看这婚庆啥物？好，好，先好。我感觉像迄个红红，感觉有。老师，科学小飞侠。哎呦，安尼你个少年，这张吼我甲号叫做祥鹤，台语叫做祥鹤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大家来做伙。对。好，恁看到这张吼，是伫个我迄个厝尾顶吼翕的。这个云内底吼，恁会看出有啥物图形无？我知。来，你讲。你搁有啊？有一个佛字。佛。耶，都有一个佛。安尼啊？加。无吗？好啦，伊讲的也有理啦，吼，每一个人看吼，拢会无共，想象力无共。对，啊，恁搁有无？搁有人买迄个无？要做一个艺术家无？有龙哦，有一只龙，嘿，来，龙伫倒位？你那龙讲搞？龙，这一个龙啊！哎，是，你毋是想好的吼？毋是呢，我想买，毋过嘛是对啦，吼。啊，搁有无？老师嘞？无，我看无。好，若无我就甲大家讲，我看到，好无？你有看到这个？遮有一个鹿仔，鹿仔的头有2支角，然后一个颔棍，然后身躯骹，吼咧走。伊载着这个雪橇，搁有这个圣诞老公公。那你知迄天拄好是2012年吼，12月25号。哇！圣诞节，所以是合作，又是塞啦，完了有圣啦哈，圣的完了是很高的啦哈。好，来，好，咱即马吼，迄个要甲介绍吼，2项吼，要互恁约味菜啦，吼。啊，因拢是交我招好，就斗阵足久的啊。你老朋友，老朋友，哦，所以第一项吼，来，叶啊，这个叶啊吼，是一个爱心对无？这个咱一般来讲拢叫黄锦树，但是阮这个所在所叫拢叫做假叶树啊。那你听到假叶树啊，就表示讲这会使摕来做假用。粿是啥？哦，粿哦，粿，伊会使摕来，迄个做迄个菜包啦，做阮有一个较特别叫发蓬啊，这除了做迄以外，恁搁有人知影伊会使做啥物货？嘿，迄个猪肉点包猪肉，对，环保，我知啊，啊，搁有无？啉水，老落来啦！啉水，系啊，做多啊，这是伊的点子。啊，搁有无？啉水啊！做地杯啊，就对哦。啊，你那遮无用吼，你这都明明会使安尼啉，你就啊搁甲落去，啊搁有一瓶捞出来啊。有面捞过去去啉呢。伊无伫遮捞过来，你我就问你啊，因为尖伫遮啊。我知啊。你莫甲我困着拜托。你可以当佚佗卡啦。佚佗。会当无？愈来愈奇怪。林川老师，我感觉可能伊也是家己弄碎了，可能会使烧物件。
火种，火种会种哦，这会种哦，来起会用的。哦，是吗？来大料啦。来哦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。包猪肉啦。到底包猪肉，啉水用的这是火种。这三个有中吗？咱来看，这是天然的卫生纸。我拄仔有要着。伊拄仔讲这好你有着。伊是吼，阮吼细汉吼，每家每户吼，伫咧阮迄个所在，大家的卫生纸。啊，那切。逐工吼，每一工吼，阿母拢会去挽。吼，因为阮遐足济，伫咧茅坑边啊，就一定有一丛，所以挽袂了，愈挽伊就生愈济。用这七卡称。那切啦。那是用这边切，还是用这边切？我想要知啊。倒一边啊。我要来。我哟，啊无来量来，好不好？诸位表演，好来，加多石头抓，哦，你这啊，加多石頭抓，感謝天，感謝地，感謝大地來相隨。哎，安那切，來，這，應該是假啦。我哋安尼，切卡真無人。穿褲切，冇啦，應該就是安尼啊，安尼，唔對邊啊啦，迄邊會骨啦，這邊會骨啊，這邊啦。啊，這小我這就有嘅呢，係破皮啦，你唔愛接受啦，這小錯啦。係啊，伊嘅用途足大嘅，這種樹啊吼，因為即擺嘅厝攏起甲足好嘅吼，啊衫啊攏做甲足好嘅，阮以前吼攏甲這種樹啊攏當做干那阿母嘅大袖。吼，會互阮甲阮滿咧，互阮溫暖。那我感覺伊交阮生活內底足重要。那即擺已經愈來愈少哦，所以我足擔心伊無去。吼，所以我就甲這種樹啊，為室外吼，甲移入來咱室內，吼做綠美化。過來會使吼，你看哦，阮的植物吼會使。規層安尼扭起來吼，袂死，因為伊內底是水。阮是用水，為啥愛用水？水根呢？因為水上清氣。啊，你若塗入來，咱迄個這室內吼，就有變霉菌。對。所以咱就用水。伫咧頭17年前，迄陣我就開始用安尼。所以這使生活。無塗伊會活得到。會使，我這就為啥這叫做水植物？水植物就是講伫咧水會出世的植物。哦。所以叫水植物。哦。這使放佇。變色來，會用誒，吼啊！但是愛通風。我講吼，這植物吼，佇個室內是咧甲咱迄個測試咱的室內吼生活條件，吼通風好無，光線好無安尼，吼好。後一題，來，咱第二題吼，咱來講是因為阮佇個這莊腳吼較無通食，阿母吼。有時啊用食過來甲阮教育阮的觀念，吼人生吼，就是大你成本都互因食好啊，吼，嘿啦，我看因大家也是毋是愛個做草啊？哎呦喂，好啦，食煞較做啦，吼，嘿，食煞較做吼。伊內底吼，這個皮吼 Q 軟軟吼，就敢若袂輸。阿母會甲阮講吼，咱做人就愛抄迄皮安尼，愛有迄個。彈性啦，就是講，係啊，我想講，你天天講袂是這做誒。你即馬食到內底是毋是包筍絲？對，有筍絲。對，迄筍絲吼，國語叫筍絲，台語叫筍絲，伊個音，吼，是啥物意思？吼，恁啊過來包佇個即個內底，有個啥物意思？有人講會出來無？筍絲毋就是？恁食咯，已經開始食咯。筍絲毋就筍絲。啊，好知啊，甲筍絲的諧音的意思就是說孫子，阮人有得有失，嘿，阮甲孫子包起來，咱愛包容咱的孫子，包容咱的孫子，安尼好無？嘿，就是講世界上唔是每一項咱攏做了圓滿，總是有啥物較損失的、較無好的，啊，但是咱也有迄個心就包起來。啊，食完就看開啊！對，食完就感謝天，感謝地，感謝大家來安尼變大，我講大愛個迄台來鑑定吼，沒有意義，東西趕快
就是这道。到底笋丝包底下，到底来底有什么意思？你这一次真正呢？哦，你看哦，对，你也厉害啦，真厉害呢！哇，你生囝了拢无共款啊！人讲生囝囡仔拢会甲反应较迟钝，你得病。对啊，阿姐，孙行用三哦，你给他表演了就好了。加谁？我本来也想说，但是有一种较乐观的艺术，因为吼，咱真正人生吼，都头先因讲的，拢完全答对了。吼，拢甲我迄个，你有偷看我的笔记本吼？无啊，我脚本顶管拢无写。好，安尼吼，恁都甲我讲煞，我就爱一鞠躬下台了。谢谢。好，你想讲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所以你嘛有咧做艺术家，啊嘛有咧亲自咧带人来导览，就对啊。因为吼，其实这个所在吼，要做一个观光吼，观光来发展吼，其实是应该爱用一寡创意。是。哦，那创意艺术本身吼，就是一种创意。所以吼，一个所在若要发展，找艺术家就无唔对啊。所以你有咧做艺术家，嘛有咧带导览。导览是伫个我家己迄个范围内吼，我会甲我所生活的部分，我直接安尼落去甲大家讲。安尼若讲要甲迄个即个香山每固定几个所在落去导览吼，阮若阁有迄个导览人员，所以这拢会使预约。对老师就算是推广员，对，我是专门拢咧推广，推广。推广一个人嘛，歹推广啊。哦，有朋友啦，有朋友，就这朋友啦。对，需要，这足需要。是啊，嘛是一个在地妈妈。足古水的一个嘛是算香山阿母，对，今麦来邀请阿郎老师的导览好朋友香山上鳌主的在地妈妈包莹姐，包赢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竹香山来的林宝英。宝英。今仔请大家食一个点心一个。哇，那真好。阮的卤味，请大家品尝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你改炒的哦。对。爱食。哇。来来。哦，来啊，来免客气。哎呦，哇，这多点很好。你是无食便当？我个要啊，足侪物件呢，这是啥物卵？鸭卵啊！鸭卵，哇！你炒卤面，你这在开餐厅啊？歹势啦，若无去盐会使去阮遐。好食呢。啊，你要几碗？几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到本站。后盖人买就好啊，来买去碰咱家。老师，这，谢谢。啊，是讲哦，咱今仔咧介绍迄种香山这个湿地吼，啊，甲这卤味有啥物关系？好食呢，好食。有啥物关系？阮这拢是在地。在地。对，阮在地自己等于讲，向阮妈妈做啊。好香哦。由阮甲改良过，嘿，在地实在，实在料，有这种水下，就这样嘿，豆干嘿，因为这是我用落去综合落去用，事实上拢是分开个别的，嘿，个别的。啊，拄则讲你的卤味，甲老师介绍这个湿地有啥物关联？因为有一个人呢，莹，那无聊会走去阮遐，吼串门子，走去恁遐，嘿，恁遐伫咧，阮就隔壁啊。啊，恁遐伫咧倒？伫原来伫香山。
在香山。嘿，原来伫香山湿地遮。哦，对嘛。对，香山在地好食，小山嘿，对。所以你有开一间餐厅，卤味，有卤味，啊，伫咧迄个湿地边啊。嘿，对。啊，所以老师若去介绍迄个湿地时，拄啊会去你遐食你的餐厅的卤味。是啊，伊的等于讲有要推广阮香山这个所在的，所以讲有时候爱配合啥，我拢会配合老师。哦，开偌久啊？开偌久啊？无偌久啦，差不多30年尔。哦哟，30年，下讲牙齿知影，大家拢爱食，食好料的，就摕这个炒卤味来。对，我来请大家品尝一下。都有搁较济好料，是毋是？今仔日？今仔歹势，安尼就足好料，啊，搁较好料的就爱去遐咯。啊，这是啥？哎，对啊，遐有，遐是要甲料理落就对啊。这是啥啦？这吼，就是因为头唱播呢，这当然咯，这个爱唱的啊，这是古早味。这规个拢爱钱就对啊啦。会当钱，会当免钱。嘿。啊，钱爱时间，咱先来钱。先好，嘿对。即马首先就好油好滚，滚起来就使钱。啊，这是啥？这啊，这叶啊！啊，这拄只迄个爱心的叶，拄只迄个，摕互大家看下，这就是拄只迄个爱心的叶啊。是落去包的。这是白搭，对。馒头，伊毋是馒头，伊是吼，阮迄个所在话种米。种迄个米对，米做诶。阮迄所在是迄个农渔的混搭在一起的，所以伫咧阮徛家附近吼，拢是迄个田，啊田拢迄阵拢种米，那这是用阮种的米落去做的。哦，这是啥物件？阮拢叫做粿嘛，诶，毋是粿哦，发泡啊，阮拢叫做发泡啊，最原始诶。最原始。捌食过吗？捌食过这个口感，你食看卖？口感我看卖。口感啦，口感，口感。馒头啊！冇呢，你慢慢啊煲，你会煲出迄个米的香味。有呢，很扎实。这伫咧迄个传统市场内底拜拜的时阵，红菇粿用的是不是同款？发粿，嘛毋是无同吗？这就是足杂白的迄种馒头的口感。系啊，但是有米的香味，对无？对。啊，定咧这食足饱。会使煎吗？会当，嘿。所以这会使用吹来食的。啊，嘛会使像即摆老师安尼甲蛋落去。对，啊嘛会使用煎呢。嘛用煎呢。对。啊，即摆火会升大无？晒干的。嘿。哎，头家啊。嘿。我买一份啊，买一份。哦，小等下哦。好，你甲我处理者。阮这吼煎开就是好食，来讲。米吼就认得出来。头家，恁来敢若要炒火蛋？冰冰啊！这嘛是米，这就是这，嘿，这安尼。啊是你来用好无？伊真正要炒火蛋。无啦，这夹子很难夹啦。啊，无你再叫一个。但是胖牙子，你唔是都咱好朋友吗？你甲注意者吼，真紧张。哎，啊马上有就变色啊，呢。哎呀，甲剪甲吼，安尼黄色、金黄色安尼。你敢若咧煮大肠？我会使去打工啊啦。煮米肠迄种感觉。多才多艺呢。啊，你哪煮？阮搁食另外一款。是，这是。喙齿有够辣无？哈？喙齿有够辣无？会使啊，可以啊。会啊，可以啊，好，请用。这嘛是同款的对。你卖规块布，饼干哦，配一块安尼，配一块就使，嘿对。请用。叫我卖规块布。嘿对。切。米饼。哦，这阮细汉的迄个零食啦。哦，伊个开真正够好。是啊，所以我讲，系阿公阿妈食，伊讲会避免哦。因食这啦，食软的。但是大了后，是囡仔，啊无就是迄个，去做工去的啦。
出门去做工去，伊会包一寡出去山顶啊，无就去海边，有时会充饥啦。因为伊拢是米嘛。对。啊，阮细汉的时候吼，袂使偷食，因为偷食遮大声会去互听到。对咯，所以啊你这都要甲感冒较样咧，较嫩。而且我在那个啊，上面放那个。番茄跟是鱼子酱，会用诶，鱼子酱，后面落去发电拢会使，啥物物件都会使放。对。拄才讲这叫啥物？哈，啥物？大家要看麦，看这叫啥物？拄仔讲有叫名，有号名，有这有名。拄仔当然是啥物时阵号名，讲拢无感觉。阿母做的饼，你到底叫？过来，米芳、米粿、米啊笑，糯米，米馒头，米糕、米线，你看啦。这一般在阮细汉时阵，是大人做这拢有一个时阵，哈，就是每年的7月，农历7月。哦，是因为鬼门开吗？算是那一对。然后因为这是，钱就好食诶，钱就好食诶。因为这吼，钱 wonderful 呢，wonderful。其实叫跟迄行咱拍，因为钱的吼是以早较好个的人较会用钱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嘿，油足贵的是无？油贵啊，对啊，所以讲，所以这较爱环境较好的，较有用钱。安尼哦，你咪要甲推广，甲传统，啊，搁食好味。系啊，这要推广，要推广。我顶管搁家淋一寡啥物酒，免酒嘛就好食。那是炼乳，炼乳，安尼饮食健共款，哇，就嫩。哎，这就好食。这特别的。这餐厅敢有卖？得卖？无咧，目前无啦，后摆一定无啦。是普，真是普渡较袂使食。这因为古早人物资较缺乏，即马随时拢会使食吗？即马嘛较无，因为即种的即马较无人咧做，所以说有一点爱打包，有一点啊失传啦。嘿，有一点啊失传。对啊，佮甲人摕你钱，伊叫啥物名？米米啊笑，因为食咧都会笑。这叫做发胖啊，发胖啊，哦，你知道我以前有讲过对吧？讲过对，拢袂记哩。所以来香山爱食啥物？发胖啊，最后老师介绍较正，发胖啊嘛食落啊。恁感觉今仔日这个介绍的内容恁有介意无？有啊，有介意。我想要马上开车去香山佚佗。马上开车去香山进前，恁若有介意，敢有通过想要去，你也感谢天，感谢。对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大家来做伙。